新竹的生活美学馆和民俗艺术团体做伙来举办台语搭水果的体验，除了让学生囡仔呢来学习这搭水果的技巧，也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学到台语。对节奏，参老师念出一句搁一句台语搭水果，对内底学台语发音。家长也陪囡仔做伙来搭水果，感觉真趣味。语言一定要有环境，所以可以接触一下加减有帮助。用顺口溜的方式，是不是会比较有记忆？可以学台语，很有趣。新竹生活美学馆参翰林民俗艺术团共同举办台语搭水果活动，除了教囡仔快办技巧。也利用机会，让囡仔学台语。因为囡仔拢爱耍嘛，爱互伊感觉讲，这好耍，有艺术，台才会到底来学。闽南语是古汉语，是文化蕴含非常高的语言。这么好的语言，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它保存普及到小朋友身上。一句来一句去，除了让囡仔体验搭水果，也对说唱艺术当中明白台湾丰富多元的语言，看到语言的水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